后来为着买互这个中药店来消失，卫福部有规定，第一共一间中药行有2年以上的经营的经验，搁来研习过一定的课程，就会当申请做药房的接班人。但是，甲中药相关的科系是有够少，而且无举办国家的考试，真侪人就担心咯。万不一经营中药房的人无够专业，恐惊会危害到民众的健康。真实手将药材放入鼎内面，慢慢啊炒，无偌久，这个杜中就变成小可炒打，这是中药传统的技术。有没有闻到那个香味？炒过杜中加真脆，内面无树皮流落来丝，有降血压、降血脂、加抗氧化功效，这是老师傅传承的智慧。好的杜仲就是有那种很坚韧的丝，那个丝要把它炮制过以后，腰酸背痛才有效。师傅甲师啊，是中药房自古以来传统。小小的药房内面，处处拢是真功夫、老学问。验过这个流传千年的古法，唔若面临失传的危机，连街头巷尾中药房嘛慢慢啊关门大见。根据中药商同业工会统计，从1993年到2008年，短短15年之间，台湾的中药房就减少了4805家，平均每年减少了320家，而此后的每一年也以近200家的速度消失。台湾的中药房正在逐渐消失当中。政府在1993年针对中药房的从业人员提出落日条款了后，就停发执照。敢若中医师甲药师会使开中药房，验过20年来，敢若200多人伫做。中药商的团体有过摆上街路抗议，卫福部总算伫8月底颁布解税令。只要有2年经营中药房的经验，加上修中药课程162点钟，就算无药师的牌，同款会使摕到执业证明。因不中药嘛是药啊，无制度化的训练，民众摕药单就到中药房去夹药啊，安尼敢有安全？都是要做一个合理啊，或者是明确的诊断以后，然后才会开始什么给药，所以不能够自己觉得是有时候你去那个药房就是你看我刚刚这个病哦，你帮我提这药啊，可是根本就不是。民众依赖中药，验过政府多年来无制定相关的科系，毋捌办过国家考试，颁布一道支票无治本的解税令，引起用药啊安全的问题。它必须要有一些就是说学生药学啦、药用植物啦、本草学啦、方剂的这种调剂啦，甚至是泡制，这个部分都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问题是政府不举办考试，我们就没办法，也没地方去考。很多的药材他们没办法，书本上学不来的，没有亲自摸，耳濡目染，你没办法说分辨这个是好坏的。无健全的国家制度，无派传统的中药房，也无业者脑筋动了较紧，将传统的药材变成药膳。小小汤头，阁有闻到中药材的香味，炖鸡腿肉，即摆已经入手啊，会互人真想要食。现在能够吃得到16年，药膳的地方很少，所以这边算是我的首选。花鸡撒过了后，浸药材，连配菜拢真讲究，行幼路的路线。因为中药行现在越来越难经营了，所以说我们就要转型，医食同源，医药同工，所以说我们就转型为餐厅。坊间市场大部分是因为法令无配合时代，20年来找无前进方向的中药房，当这个中药房传统智慧但搁完善，伫个无配套下消失。到底是中药界的进步，还是落这开始？